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我今仔日特别穿黑色的哦，因为今仔日咱要来参观。敢会当讲参观吼？梦你要去陪梦哦？系啊，一个所在哦，即个以前是梦呢，而且这是做有名的一个人的梦哦。后来互人起甲足水足水的教堂啊吼，但是即个教堂听讲是起2摆啊，对无？吼。对，去2摆。咱今仔要讲起会较水。第一摆起会较水，第二摆嘛是袂歹啊吼。听讲即个人伊死2摆呢，有厉害哦。观众朋友，若做讲会当搁活，即阵是足侪迄个搁活诶吼，迄咧连续剧对无？搁活诶时要搁做啥物吼？你想要做啥物吼？会当顶头生吼，真正是搁活诶时，有想要啥物想要做啥物诶吼？那会当甲伊写落来吼，那就讲上帝互咱第2摆机会时，想要做啥物？咱来看即个人有名诶人哦，叫做啥物？聂撒罗。聂撒罗。圣聂撒罗教堂哦，即个教堂就是本地诶皇帝。是。顶悬咧红红诶叫做基体啦，基体咱翻译做基体王。其实基体就是较早即块岛诶名，古约时代拢讲即块岛叫做基体哦。基体哦，就是伫即个附近聂撒罗蒙啊。其实遮规个地区拢是啦，即张地图出现诶拢叫做基体，规个岛拢叫做基体啊。目前叫做拉纳卡。是，这就是咱后礼拜搁要介绍诶。后礼拜要介绍遮诶古迹。较早恁土骹学起来证据，讲偌久以前就有人伫遮住。真诶哦，而且咱会感觉，我第一届知影讲，有即个人吼，伊迄阵咱想死讲了，耶稣甲伊救活对无？本来想讲已经臭去啊吼，叫活了，伊佫真正有咧做主诶工呢。逐个讲知影伊来到遮吼，伊来到即个所在，因为人要甲伊杀对无？追杀就对啊，佫活。对啦，因为你知影聂撒罗是互耶稣甲医好，为什么耶稣会互犹太人甲伊杀？就是因为足侪人拢要对耶稣，无爱个对因咧，算做庙公啦。迄个咱叫做祭司。无生理啊，就无庙公无生理。无生理啊，无生理，拢要对耶稣，就要甲耶稣除掉啊！所有人个看到聂撒罗，即个死人耶稣佮甲伊好起来，大家看到伊，所以来信耶稣更较严重，所以准备要2个人拢杀死。老师这像咧演电影诶吼，拢爱派杀手，甲迄证据诶有证据诶人甲伊杀掉对无？会当出庭作证诶人吼，先甲伊杀啊。不过，这故事伫圣经内底讲甲足清楚。是。圣经写甲足清楚，你读过就拢知影。对哦。伊即第9世纪起诶，17世纪中间。是。伊是安怎甲会起安怎中间就是有一个故事来讲，原底起诶，即间是拜占庭帝国，就是讲东罗马啦，东罗马帝国一个皇帝。因为395年诶时阵，有人找到聂撒罗诶梦，就甲皇帝讲，皇帝就当然伊即个人是互耶稣甲伊死人中个活诶一个，所以皇帝就伫伊诶梦诶顶悬，替伊去一间礼拜堂作水诶。顶悬有3粒圆诶。听讲后来毋是1572年诶时候，鄂图曼土耳其来霸占即个土地。因诶将军伫远远要入来遮时，远远看到聂撒罗教堂顶悬3个圆圆诶，柱顶圆圆3粒，掠准迄是清真寺就命令伊所有诶部将拢总跪咧拜即个清真寺。
直到来遮看时，知影讲哇，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堂。迄个土耳其迄个将军就足受气，就从迄个即间教堂甲跳开，甲伊炮倒就对啊，甲伊毁掉。直到后来157年的时个重建，就是今仔日的款式。是，听讲这中阁有人咧抢骨头的哦，然后这个皇帝发现这个这个拉萨路的骨头伫遮，可以甲伊请去伊个国家吼，真趣味就对啊。所以咱来看圣经安怎讲这个故事吼。其实你读圣经吼，伊讲甲我阁有跳，你若无跳，你就知影讲足详细啦。所以你读过就知影，拢毋免人讲得足清楚。你看马太福音11章第20节我大先讲马大甲玛利亚两个姊妹啊，因的小弟个纳撒路，因的纳撒路死去，死去两个姊妹就真伤心，厝边头尾嘛拢咧哭，足伤心。耶稣伫伊4天后才来，耶稣伫远来时，马大就较紧去接耶稣。马大听见耶稣来，就去另外20节讲，马大听见耶稣来，就去接伊。玛利亚犹原坐伫厝里，因为因拢足伤心嘛。马大出去接耶稣，玛利亚伫厝，这是你看到的迄个情形。再21节讲，马大对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若伫遮，我的兄弟就袂死。讲你若伫遮就好啊。你无伫遮，我就是讲，阮的纳撒路，阮小弟就死去啊，拢嘛厉害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若伫遮就好啊。毋过耶稣甲伊讲你的兄弟要过活，伊讲要过活。马大无爱相信啊，马大就甲伊讲我知啊，你讲这我知啦，我知影末日过活的时，伊要过活。伊讲我知影末日，毋知几万年后几千年后的代志。我知啦，以后要过活，伊有哪无相信伊会过活？来讲煞就倒去，毋是叫伊的姊妹玛利亚。马大讲了。马大有哪无相信纳撒路会过活伊就转去甲玛利亚讲先生来啊，咧叫你，因为耶稣应该有甲伊问讲玛利亚咧，恁妹妹走去倒，应该有甲伊问，因为因拢足熟嘛。来，玛利亚听见就紧紧起来，走去就近伊，就走去找耶稣，用走去来34节讲耶稣讲。恁系伫什么所在？因就甲伊讲主啊，来去看，伊就带耶稣去看，因为拢足伤心，无啦讲就死去就无效，带落亡啊，死去啦。对，其实中国有几站耶稣嘛伫校的我拢也跳过，因为拢读的是会相同对，所以耶稣嘛是。来38节，耶稣个悲伤甲亡。耶稣为什么会悲伤？伊就知影纳撒路袂死，哪会个悲伤？因为看到逐个人拢遐尼悲伤，伊也从受迄个环境影响，伊也流目屎，耶稣也真悲伤。迄个梦是用石洞，因为梦拢是伫石洞内面，个梦口有即个石头踢的，因为梦拢是安尼啦。耶稣讲。刷开迄块石，讲甲迄块石头刷开。死人的姊妹马大甲伊讲，你看马大个伫遮甲伊讲主啊，打臭啦，讲已经臭啦，已经死日啦呢。你要去刷开个创啥？意思咧，这边耶稣讲你死咧创啥？一定死日啦呢。有人去刷梦的，拢是去偷物件的毋是要甲人救我的啦4天耶稣就甲伊讲，我竟无甲你讲，你若信会看见上帝的荣光吗？虽然耶稣捌甲讲过，我若信袂落去就对啦41节，因就刷开迄块石，耶稣行目远顶讲，
爸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43讲煞就大声后叫讲粒沙路出来，伊叫粒沙路出来，伊就真正徛起来，粒沙路就真正爬起来哦。死人就出来，死人安怎出来？伊身躯红布包咧呢，包掉咧，伊面嘛包咧，从安尼出来。你看死人就出来，手骹拢有垫布，面个包紧啊。耶稣甲因讲，头开互伊行，伊个北个就袂行路啊，对。是，无伊会跳出来呢吼，真是跳。伊就从徛起来，徛起来以后，甲伊头开互伊行，就近马利亚犹太人看见耶稣所行诶代志。做的心里，足侪人因为看到耶稣做这个代志，死人个会活，足侪人当然拢相信耶稣，就要跟对，就是安尼耶稣甲互犹太人要甲伊杀啊，就是安尼来。追杀的对啊，派杀手追杀，所以呢，即两个会搁活了诶，无较快活呢吼，会去用什么？约翰福音12章第9到11节。看圣经哦，犹太百姓最知影耶稣伫遐，就来，毋但因为耶稣的缘故，也爱要看伊所互伊对死人中个活的粒沙路。独遮这是头假魔要煞杀死粒沙路，因为犹太人做为着伊的缘故去信耶稣。连粒沙路也要杀，所以粒沙路就走去对位塞浦路斯，咱今仔日讲的咱今仔日讲的是塞浦路斯嘛，伊就来伫遮，伊就拢伫遮30几冬。伊就坐船偷走。即个电影的主角。而且迄阵后来是保罗看到，保罗误着伊，互伊做主角嘛吼。第二保罗的那个暗暝做主角，伊就是集体王的主角30冬。即个就是因的梦边啊，迄个。因的梦，你若看到即个图，就是因的梦啦。因的梦啊，拢有即个图啦。安尼。因为真悲伤的感觉，即个。对，像迄咱迄个去伫梦顶悬的迄个吼。你看即张图吼，是毋是粒沙路爬起来？伊个身躯互包咧。讲甲伊头开互伊行。即张图就是所讲粒沙路起来，下骹迄两个就是马大马利亚。是。真特别吼，因两个搁规伫遐伤心的是，毋知弟弟已经伫后壁徛咧，会惊着无啊？老师啊，沙路伫北大年哦，耶稣叫我了后，就去，因为人要甲伊杀啊，伊就去塞浦路斯啊。而且有30几冬的集体王的主角，咱后礼拜要讲集体王即个所在哦。需要埋葬。埋伫粒沙路的教堂，伊个梦保存真完整，因为伫即个教堂的下骹就是梦啦。伊就是伫梦顶悬起一个教堂吼，其实毋是，毋是因为教堂，就是讲毋是伫教堂，是因为梦起教堂，对吧？即个对，因为迄阵就知影讲伊会梦伫遮，皇帝从甲伊起一个教堂，因为伊甲伊骨头刷走，所以较紧起一个水水的教堂，甲伊保养一下吼。即个就是沙路的。伫迄个地下，因伫迄个就是教会地下，就是梦。迄个梦的所在就有700度。因迄木头呢，就是粒沙路啦。迄个墙仔边拢刻足侪足水的话，因拢有刻足侪，拢是圣经故事。是，看这个真。教堂你来看，大家所在拢用金仔甲框过哦。你老师安尼想，我就想到即本遮迄啥维也纳，
因诶教堂，足侪教堂下骹拢有墓，可能嘛是安尼来诶，拢是甲迄主教啊，还是讲甲因讲诶圣人，还是讲国王吼，啥物内脏拢分开囥无共款诶教堂，咱像变成因诶一个传统啊吼。这是老师去翕诶，真水吼，金闪闪哦。拢即用本地是用木材吼刻诶，刻个迄个镀金嘛。另外即个粒石路画起来，粒石路后壁迄个耶稣叫粒石路，对死人中国话。是，真好耍吼！大家若有闲，会当去到遐参观一下吼，看来这本变成是东正教诶圣地。朝圣地啦，因拢伫遮。若去北回旅游，就去看一下粒石路诶教堂。顶悬这个足侪因诶主教。足侪是迄个主教啦，啊是讲文道，拢是遐圣人啊。因诶圣人就是咱圣经内面讲着有对过耶稣诶门徒啦，吼有可能，会是安尼，所以因就做爱拜遮诶圣人，因拢讲这是圣人，就是讲来教会拢有一个。你看就知影这是东正教，叫做东正教诶教堂诶款式，就差不多拢安尼。毋是天主教诶，真正无啥共诶吼。这就是地下吼，地下。这是墓，地下诶墓啊。所以咱即阵看空吼，就是因为伊甲骨头刷走啊。听讲，这是小道消息。这个就是粒石路诶棺材，伊诶棺材是用石头诶，因诶棺材拢用石头甲做啦吼。这是第二摆诶哦，毋是第一摆死诶吼，伊死第二摆诶。第二摆，伊人总是到年纪若大就爱死，人拢有一个死后才有审判。这是圣经讲诶，大家拢袂当违背即个规矩。对哦，想要搁活会甲家己饲一个赞吼。这袂歹，但是搁活了，这嘛是无简单，真有挑战诶人生，对无？所以即本已经用即个啥物？你看用银诶即个箱仔用银内底拢一寡宝贝，就是较早诶物件诶资料。遮有哪共款咯？你看，粒石路就是伫正面迄个上正面有一个人摕石棒，迄就是棺材棒啦。人讲棺材棒。粒石路，迄个宝啊北咧，上个中迄个就是耶稣讲粒石路出来。真特别吼。通常咱若画图呢，主要诶人拢是伫中，因这是耶稣伫中，粒石路伫边啊哦。所以会当讲，咱诶上帝是生命诶上帝吼，伊要互啥活就活，对无？有足侪人看着，对无？伊学生甲出面头花。所以这重点吼，足侪人拢知影吼，所以足侪人就要甲伊刣，较紧走安尼。安尼真正是，伊听讲后来火烧诶时，那想有看着，有人看着伊阁有骨头伫遐，就是讲，有剩几支也无捡着诶吼，骨头伫遐。遮诶人客无介济吼。是我迄日去诶时拄仔无人。有可能哦，要互你翕相诶哦。教堂吼，看咱真正看迄个天主教教堂，真正无啥共吼。非常诶，后壁阁有啥物？鸽子啊，迄个鸡啊，个粉鸟。粉鸟，真水诶一个所在。今仔日无影片，但是咱有足侪水诶相片吼。大家若有去过人会当甲咱讲者吼，你阁有看到啥物特别诶所在？这2站诶，是。金这
这拢足水吼，伊拢用做大钉，厝顶拢安尼一空一空哦。是，一空一空的这。哦，这钉个真有特别的色吼，毋是干那一个色哦，顶悬个足侪无共款的色，足水的一个教堂。好，今仔日真多谢老师甲咱讲，咱的人生吼梦会当变教堂哦，所以你的愿望是啥物呢？欢迎你甲咱讲一下吼。今仔日咱先录，因为即礼拜拄好东欧联会，就是即边的教会吼，足侪教会联合主会老师是可以看我先用录的哦，还是你会当个写落来你的感想吼，跟咱分享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:10分，泰国7:10分，澳洲2:10分，佮做伙来看即个老师做伙去什么？去看无共款的所在吼，为遮来无共款的骨头。是安尼，多谢大家平安，后礼拜再会。